Hello，咁多位廣東歌站嘅朋友，大家好，我係 Jackie Fan 范卓儀。我其實係所有 scenario 都有幻想過嘅，我有幻想過自己係99強出局啦，跟住然後好瘀啦，跟住之後我有幻想過中段出局啦，我亦都有幻想過自己攞冠軍嘅，即係每一個可能性我都有幻想過。但係我自己覺得季軍對於我嚟講係好好，因為俾到個肯定我之餘，又唔會令到我太過有壓力。真係始終攞冠軍真係都幾有壓力㗎，因為你可能大家可以望到就係以往冠軍級人馬嘅，即係真係好有份量，所以我覺得季軍對於我嚟講又開心又舒服。其實我由細到大真係都好中意表演嘅。我細細個同屋企人去唱 K， 我都係企正喺張台中間，即係唔係企喺張台上面啦，企喺張台隔離啦，但係就企正喺個 mon 前面，就同大家唱歌咯。嗰陣時就唱超人迪迦咯，跟住之後就去到後尾有參加 choir 社區中心嘅 choir， 跟住之後去到小學就開始學吉他鼓，跟住喺學校比賽、出面比賽，跟住去到中學有寫自己嘅作品，跟住之後都係繼續讀 music， 繼續到做 production 嘅嘢。咁其實busking 我就唔係真係成日去 busking， 可能一年即係3-4次，但係以前就一直都尋覓緊一啲表演嘅機會啦。任何有機會表演，有錢冇錢、多錢少錢、商演、商場、餐廳、酒吧，我全部都會去。咁所以嗰陣時我比較多嘅經驗就係喺餐廳、酒吧唱歌。我就中學畢業之後就係讀 music 嘅，喺 HADI 讀咗2年 music。其實都有寫自己嘅歌，一直都有擺上去 streaming 嘅 platform。咁但係就去到24年真係契巧地亦都有之前公司嘅幫忙，就去幫我派咗我人生第一隻嘅派台作品。首先即係講咗 JL 先啦，就係我以前嘅一個我嘅合作夥伴啦，即係一直都支持我做歌啦。咁所以而亦都佢係一個詞人嘅身份啦。咁所以咧佢會有幫助我去填詞啦，亦都有好多唔同喺可能大大小小嘅事務都有佢幫我啦。咁許廷鏗就係一個我敬重嘅前輩啦。咁亦都係機緣巧合之下認識咗佢，所以我都好希望可以同佢合作。咁嗰陣時其實有2隻歌，《正當世界告別時》同《末世花火散落後》都係我本身寫俾佢嘅 demo 嚟嘅。咁但係咧收尾就輾轉佢就話覺得好好聽，但係想我自己唱返。咁所以我就將呢一個填詞嘅重任交咗俾佢啦。咁另外 Manfred Sun 咧 ，Manfred 就係一個我以前讀 music 嘅同學嚟嘅。咁我哋本身交集唔算好多嘅，但係咧好有緣地，我又係住喺同一個地方啦。咁收尾佢輾轉就去咗台灣發展，但係我亦都好想有呢個朋友去幫我做我嘅音樂。咁所以就基本上我之前嘅歌都係揾佢做編曲嘅。其實呢首歌個 idea 係之前有個朋友同我傾開偈講開，跟住我就覺得哇好中啊！呢個 idea 非常之好，咁我就好全心地去 aim 呢個 idea 去做呢一隻歌。咁嗰陣時我記得啱啱開始同徐浩同花姐傾我嚟緊呢一年嘅方針啦，我嚟緊呢一年我要做嘅歌啦。咁其實第一隻歌我都係極力去 sell 呢一個淚光嘅呢一個題材嘅。咁但係頭嗰一次我哋傾完偈之後，得幾日時間俾我準備啲 demo，咁我準備咗10隻嘅嗰陣時，諗住以呢一個數量取勝，點知可惜嘅就係呢一個嘅數量取勝係失敗嘅，係啦，10隻歌入邊都冇一隻揀到去做 first plug，咁就隔多咗2日，我又交多咗2隻 demo， 11、12啦，咁你當11、12其中一隻就係淚光萬歲嘅 demo， 亦都覺得好適合我本身諗呢個題材，咁所以就好順理成章地去做嘅時候，亦都令到我諗起之前我有提起過想合作嘅詞人 Oscar。我覺得呢種成長類嘅歌曲都好啱佢啦，咁所以就揾咗佢去做呢件事。亦都嗰陣時其實第一句同佢講都係要做呢個主題，應該係上個月作嘅。我會認為係一首好熱血，但係有一陣日系嘅隨嘅歌嚟嘅，係啦，即係少少日系清新、熱血、爽快，同埋但係你會感受到有一個輕微少少唔係純粹熱血，亦都有難堪嘅位置嘅一首歌。
我覺得有一啲位都會需要時間適應嘅，即係例如可能我哋去錄音嘅時候因為我依家嘅監製唔再係我自己啦，咁啊徐浩會幫我做監製，佢會幫我處理好多嘢。有好多時候，即係例如可能音樂上面嘅東西，樂器選擇啊、編曲嘅類型啊，其實我要全權去信任佢啦。咁但係呢樣嘢呢，我係唔擔心嘅，因為我知道佢嘅 music taste 係可以幫到我做得好嘅音樂。咁呢，但係去到錄音嘅時候呢，我係有少少掙扎嘅，因為呢，我慣咗自己去監自己個 vocal 啦。咁對自己嘅唱法好有要求同執着嘅時候呢，我第一日錄音呢係跳唔出個框框嘅，直至到第二日錄音呢，我就攝高枕頭瞓完個覺，個人終於思緒清晰嘅時候呢，我就做到佢嘅要求，我就解鎖咗一個新嘅唱法、新嘅聲音。今年我哋嘅目標就4隻作品啦，除咗淚光萬歲以外，仲有3隻作品係密鑼緊鼓咁樣嘅製作啦，我都寫緊歌嘅 keep 住。咁係咯，我亦都希望今年呢4隻作品都有唔同嘅風格去俾大家聽到，可能有啲係比較容易入口啲，但係可能有啲係新嘗試啲嘅，咁我希望大家都會喜歡，都會接納啊！我嘅最新作品《淚光萬歲》啦，呢一隻歌係想同大家講，就算想喊都唔係罪嚟㗎，大家希望你哋可以勇敢咁樣喊，因為呢個可能係你嘅情緒嘅出口，就算係男仔女仔都好，其實都 OK 嘅。同埋記得睇埋我嘅 MV 啦，我嘅 MV 都有啲好似我以前喺早年時期嘅我嘅一啲辛酸史，都有喺個 MV 度拍出嚟。希望我呢一個奮鬥同追夢嘅過程可以俾到力量大家，同樣都可以努力去奮鬥。